Hello， 欢迎收看《狗狗讲哈发》，我是敏华。浪漫台山线上的东势呢，哇，可以感受得到空气孔医相当好哎。那这么晚了，我们来这里干嘛呢？要带大家透过镜头呢，去赏萤火虫火焰虫。台中东势林场的火焰虫进入大爆发繁殖期，一个晚上有数十万只，吸引许多民众上山赏萤。今天我们来到东势来赏萤火虫，萤火虫的客家话怎么讲呢？我们请钟大哥来告诉大家。好，萤火虫的验声就叫火焰虫。赏萤火虫有很多注意事项哦，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才不会打扰它们繁殖啦，或者是成长呢？是在赏萤的时候呢，就切记说，这就按我们立牌上面写的，第一个，请不要捕捉；第二个呢，请不要打灯光；第三个，在欣赏萤火虫的时候呢，要保持安静。火焰虫是春夏季接看到嘅虫诶，而它们是靠闪闪荧光来求偶，所以要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打开手电筒来赏萤，所以最好在手电筒上头盖上红色玻璃纸，这才是正确的赏萤之道。到底什么地方呢才可以赏到我们的火焰虫呢？就是杂草丛生的地方，因为杂草丛生的地方，它的生态相就会比较丰富一点，所以说它的食物来源也会比较多。而刚刚提到的空气就是孔气，孔气呢就是空气了。就怕游客大辣辣的用灯光照射，所以东势林场的工作人员为了火焰虫的安危，不停的在现场进行劝导，也请各位游客上山的时候遵守规定，一起守护火焰虫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客家童谣说“火焰虫，叽叽虫，要买树下吊灯笼”？没有错，这个火焰虫呢，讲的就是萤火虫了，也是我们今天学到的新的词哦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萤火虫，火焰虫，火焰虫。第二个就是空气，空气，空气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，就是萤火虫是春夏季常见的昆虫。火焰虫是春夏季接看到嘅虫诶，火焰虫是春夏季接看到嘅虫诶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也去跟着萤火虫的脚踪来走一走吧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